入平安山究竟有冇係咱嘅生命噃？應大家大家探討一下對，可能大家攏會想到那十萬年前迄陣時嘅食品都無一形象，為什麼現在人當年攏30、40歲，攏綠咩、白血咩、綠癌，甚至人個40多歲，攏變個興下70、80歲。但是為什麼迄陣時人當年攏藥話70、80歲，不到10歲，人攏非常健康，現在就個病曉在呢？更多一點就是人啊，病從口入，好多物件攏係用嚟食嘅，就影響了人嘅身體。特別現在個攏囝10歲大出頭，個成績聽到是就誇張。後生囝12、2歲，攏變個成績都唔對，特別個後腳那會行為舉止、發興、流暢。真係囝12、2歲，個成績聽到只經2、30歲，真係囝個少年就更誇張。遐好多爸母攏無變可能以前樣做，但是現在同你家己攏囝個成績聽到笑聲，睇了也是攏個苗頭呢。所以現在攏囝發育做呢曉明呢，更多嘅原因就是因為咗食品問題。遐大人生命經濟發生來有問恁啦，你個列來啦，人當年因攏買食平生食物件，實際講流山地區食物件個非常普遍，特別到早個瓜地生個非常價。遐一個呐做點卵煙，包括牛卵煙也好，河煙、蛋卵煙，就都買能啦 QQ 糖來正式有影捏來 Q 糖咩？實際個無影，真正個純捏，包括有加粉加咩個，攏係無 Q 糖啊，真正 Q 糖可能原因就因為加了平生。實際真正你了解呐，有食了個煙類有無加平生非常簡單，就你殺時間吹湯就講個老個情況嘅，伊就有添加平生。因為真正純捏，伊落去做到煙之後，基本愛殺到伊個湯，為呢老基本那都無咩可能，所以如果湯了清零嘅情況嘅，伊就無加平生。也面啊就開咗窿，因為更多原因，好多年前我發現生米有一間攞殺米，伊碗米為什麼放了無點鐘？碗面那個清殼呢，了袂去米去，為什麼人殺碗面一個無食夠碗咧吐呢？問了一個朋友來呢，也就加了平生，因為平生有種伊個口感非常好，無曉講呐，變夠一個nap噗嘅，所以伊為了達到靚香嘅，為了達到口感好，就平生物件。但平生到迄陣時聽到那無曉誇張，但現在從威嚇個拿料嘅平生5曲會足以讓一個攏囝食了死亡。遐好多爸母攏認為呐，食物件。效力冇有誇張咯，但是形式雖然食袂死，但是食了殘留到身體，對身體嘅危害是較非常大。形式生活當咱就算地區較好，做物件攏愛加啲科技物件，包括滷味也好，滷味攏買迄陣時咱加啲罌粟殼，只要達到上應個效果。所以人為什麼食人說滷味只要念該心念快數念心念乜心音啦，個物件做呢好食呢，好多原因就因為攏買加啲違禁物件，就到了個食物嚟做聲。遐更多人生命好，更多咩物件就誇張呢。小個時間我睇到生命有一個做呀油料，為什麼油料料物件你叫咧碰下你咩曉得了？嗰陣時所嘅時間拋棄個台能夠做油料就係啦，油料都買去加辣過是個呀落頭個呀農藥類型，到這個呀咩呀油料都買，這個面都買添加辣過，伊就起到發泡，伊就起到平正嘅作用。但是減是為咗呢嚟加個食死人啊，所以當咱流山地區生米發生到咱生米究竟有效就在哪？食物換創咱個目的就在嚟更多就是希望有關部門還是了較大個調查這方面，這個呀殘害咗老百姓啊添加字嘅物件，嚴厲嘅處罰這個物件，咪讓伊人殘害了咱個耳朵，恁有影無？